人来关心婚姻的消息，婚姻北港镇有一位工艺师叫吴定兴，除了是两凤西镇的这个文化的保存者，更加是做花顶狮头的老师傅。因老爸是狮头的工艺师。 为细汉的时呢，对这项艺术就充满兴趣。经过伊哋拍拼学习甲自身的研究，成功继承制作这个狮头工艺。希望讲，好更加才能了解传统工艺，唔通好这项功夫失传去。 狮头工艺师吴定兴当地咧替狮头顾金纸，北港镇有一个工艺师吴定兴，那传承做花灯含做狮头的功夫，嘛是龙凤狮文化保存者。80年代开始的有狮头，学校开始有在传承。 做狮头是真够工，吴定兴讲，为古纸到彩绘到配件，上少嘛需要3礼拜时间。之前呢也会有开课那个制作，教人家怎么做狮头的，然后也希望把那个狮头制作这种技术再传下去啦。而做狮头的工艺，即马是拿来拿少人会晓。吴定兴希望透过课程和体验，会当互更侪人了解这项工艺。虽然做狮头真辛苦，不过吴定兴嘛是拼死传承这项手艺，希望这个文化袂去会失传去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